彭順女嬲爹哋再偷食，心結當年都係小三。偷食呢冇正，彭順錯已認，心結諒已完，但件事又未完嘅，事關彭順仲未同小三劃清界線，微博依然關注咯。無獨有偶，琴日有雜誌話，原來彭順啱啱同心結相戀嗰陣，同前女友一樣係未完全斬纜噶噃，暗示心結當年都係第三者，所以內心都有愧疚，先至決定坐下來面對對與錯，快樂與痛苦，過去和未來。甚至彭順係花心底啊，都肯同佢走下去啊。不過彭順啊，就算過得呢一關，都過唔到另一個女人個關喎。呢個女人就係佢個女啦。雖然心結係囡囡嘅繼母，但佢哋嘅感情就好似親生嘅一樣。心結仲全心照顧喺大馬讀書嘅囡囡添，所以囡囡對爹哋再搞婚外情非常之不滿啊，仲失望到嬲咗佢咯，傷咗兩個心，唔怪得彭順都話自己都原諒唔到自己啦。